谢谢傲天，这个风台就要来了。宜兰早起也是真好天，宜兰东湾节顶顶的景点也是看到袂少的游客。啊，在伫个东山河亲水公园的史努比亚是提前甲消防来闪风台。另外，乌石港的上海红船无受到影响，现场排队的人潮也是踢甜，也毋过下晡乌石港就停航了。 大只的史努比亚铺伫咧水面上，古水模样，大家拢看甲真心色。毋过，近接看史努比亚愈来愈变，工作人员坐手轮船、各船仔准备甲史努比亚消风。因为洋流台风在礼拜三对宜兰地区的影响比较大哈，所以我们在今天就开始进行相关的预防性的一个防台作业哈。 看好天气，水龙园阁有真侪民众，就让囡仔手提水枪喷水，拢生甲真欢喜。台风来之前吧，应该天气都很好。那如果明天下雨的话，就在室内玩。宜兰县乌石港日头真美，上海红船正常去行，港口边仔的人坐甲可出出。 真侪民众真要听工作人员解说，准备坐船仔看海岸。民众穿救生衣坐海岸船，目前看起来海上也无受到影响。预计下晡会停航做准备风台。啊，若外海风险较大，孤山岛会成风岛。来讲是很风平浪静的，所以我们参加也会考量状况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不会开。向六风台渐渐啊变化。 虽然即马暂时也无风雨，嘛是提醒民众拢爱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